迎大家咧嚟到由新活兒舉辦嘅新婚生活兒大賞2022嘅頒獎典禮。新婚生活兒咧貴為香港 No.1 嘅結婚媒體，多年嚟咧係致力於提供最可靠同埋最前面嘅結婚資訊俾新人㗎，陪伴一對又一對嘅情侶啦，由籌辦婚禮直至到咧步入婚禮嘅殿堂。而新婚生活兒大賞呢，亦都已經係連續舉辦咗21屆。我哋呢一路見證住啦，就係香港婚嫁服務行業嘅發展。咁每年咧到呢一個時候咧，我哋都好開心啦，因為我哋每頒發嘅獎項咧，其實都係極具指標性嘅，提供咧俾新人作參考之餘咧，亦都係為咗咧去表揚新人至愛婚禮服務商戶同埋品牌咧喺過往呢一年咧所提供嘅優質服務同埋努力嘅。好多謝客戶，好多謝 ESD Life 呢個平台，令到我哋所有特別喺呢個婚嫁啦、鑽石啦、黃金珠寶嘅 market leader 坐埋一齊。因為你哋啦，所以我哋會能夠參與到你哋成個大日子重要嘅時刻。咁希望繼續祝願我哋嘅客人，多謝大家。この度はこのような素敵な賞をいただけて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のブライダルジュエリー専門店アイプリモをしていただけているのも ESD ライフさんのおかげです。これからも私たち成長しますので、サポートのほど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多謝 ESD Life 頒呢個獎俾我哋，同埋佢對業界嘅支持。同埋我都想多謝投票俾我哋四季酒店嘅客人，我哋會盡心盡力，盡量提供我哋最好嘅優質服務俾大家。多謝各位新人嘅厚愛同支持，香港嘉利酒店好榮幸攞到九龍區新人至愛酒店婚宴尊貴之選，呢份肯定我哋好珍惜，未來我哋會繼續用心為每對新人打造難忘嘅臨海婚禮。多謝大家，非常感恩，多謝 ESD Life， 多謝所有客人對我哋嘅肯定同埋支持，亦多謝酒店所有同事嘅努力，對服務嘅承諾，多謝晒。希望今年所有嘅準新人都開開心心、甜甜蜜蜜，繼續支持我哋 WM Hotel。灣仔合和酒店咧係舊年12月開幕嘅，咁我哋開咗1年啦，今次係首次好榮幸得到新婚生活兒呢個獎項，係新人至愛嘅新婚宴場地。咁除咗要多謝新婚生活兒送呢個獎俾我哋之外呢，亦都多謝投票嘅準新人。我哋希望咧嚟緊可以帶更多準新人咧去參觀我哋全新嘅婚宴場地，為佢哋締造美好嘅回憶。多謝 ESD Life 啦，頒呢個獎俾我哋中環國金軒。多謝有份投票俾中環國金軒嘅顧客。另外就係多謝我哋嘅團隊。Thank you。今日好開心可以得到呢一個最受歡迎嫁喜禮餅嘅獎項，係我哋奇華連續第14年收到呢一個獎項。咁多謝 ESD Life， 多謝所有新人投票去支持我哋奇華嘅。咁我哋公司會繼續努力做好我哋產品同埋服務啦，希望將我哋嘅產品同埋呢個傳統中式嫁喜嘅文化可以發揚光大，可以繼續傳承落去。Thank you。